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就对上主唱新的歌，伫神的子民的聚会中称赞伊。咱三甲来吟俄罗圣诗，圣诗第298首，298首，快乐快乐，咱来敬拜。请起立，吟全首。快乐快乐，我来敬拜，荣耀上帝大仁爱，信心欢喜告主面前，亚头用梦是更变，必上忧愁救主挂山，要你我到心为对主不争，天在世界三个饮食，地点对伟大欢喜，关山金谷，连野草会，青翠变幻，凉风吹，皎皎西瓜，天下最壮，上主听堂言无说，主力下面，主力属后，含羞尊重言轻松。我条性命披露万头，南海共跨水登老，上主天北，祈祷车天，受害一家亲无比，人沙听何无客气。杨秀喜老爷莫离，日月之时三个印象，只在俄罗主生命，上帝主爱我嘅人类，求教三听见不归。千赞不断，地地向前，一路奋斗爱的心，一路歌声洋洋无天，让咱君开山人生。请咱议员徛地，做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各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三个来启用，启用文第49篇，伫圣诗后面1089页。我来客请会长来引。来，喙焦的人只要有水。来买酒，来买烟。恁那着开钱买卖价值的物。恁注意听我讲，就有好物通食。趁找着上主的时，就来找伊。
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，就归向上主，伊要怜悯。上主讲：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。天比地加偌悬，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。雨甲细对天降落，无过倒转。要互野种的有种子，对我的嘴讲出的话嘛会安尼。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，恁会欢欢喜喜离开。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。以前有刺白的所在会发青碧，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。咱三甲同心来祈祷。慈爱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赏赐阮所有的一切，甲逐项的恩惠，互阮的生活有够额。阮搁较要感谢你差派阮的主耶稣基督来赎回世间人，阮对将来有永生甲荣耀的愿望。但阮用谦卑甲敬畏的心来朝见你，求你加添阮的智慧甲开力，互教会同工的服侍甲事工的推动搁较顺利，集体交通甲关怀搁较密切。阮伫无意中所犯的罪甲过失，也求你来赦免。今仔是母亲节，恳求主赐福所有的母亲，赐福因健康、喜乐甲平安。特别是为母亲，要为着工作、家庭、儿女、事大，伫奔波着磨，也有艰苦白疼的。无论境遇如何，求主互因伫你的疼内底得到帮助、安慰甲医治。求主也赐福牧师今日要透放的信息，超出家人。阮会当对你的教导的内底，知影母亲伫每一个家庭的重要性，也坚固每一位母亲将家庭带来愿望甲福音。感谢主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三甲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创世纪24章55到67节，24章55到67节。现代台语译本第42页。利比加的兄哥甲老母讲，请互查某囡仔甲阮大几日啊，上少10日，伊才甲恁去。伊对因讲，请毋通甲我留，上主已经互我一路顺利，请互我赶紧倒去我的主人遐。因讲，阮叫查某囡仔来探伊的话意，因就叫利比加来问伊讲，你敢要甲即个管家做伙去？利比加应讲，我袂。因就送小妹利比加甲伊的年母，缀阿比拉罕的管家跟对伊的人。跟随伊的人去，因甲利比加祝福，讲：我的小妹，愿你的子孙千千万万，愿你的后代占领对得的城。利比加甲伊的女婢骑骆驼，随迄个管家去，管家就带利比加转去。迄时，以撒刷起比利拉海来，住伫尼基夫。黄昏的时，以撒出来野外散步，野头一个看到骆驼得来，利比加看到以撒，就对骆驼落来。伊问迄个管家讲：伫野地往咱遮行来人是虾米人？迄个管家讲：是我的主人。利比加就用被压面。
管家将伊所做诶代志，拢甲以撒报告。以撒就牵利比加入去伊诶老母撒拉诶白布棚，带伊做某。以撒真疼利比加，伊对老母死了后，到即时才得到安慰。赞美咱请生活队来赞美母亲的祈祷。
这是请我牧师来证道，题目是超翠嘉玲。大家平安，愿上帝恩典跟咱做伙伫地，也祝咱在座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。所以，这时我慢慢邀请咱附近的兄弟姊妹，会当甲伊祝福，会当甲伊讲母亲节快乐，因为咱逐个人拢爱过母亲节哦。毋是妈妈才过母亲节，是咱逐个人拢爱过母亲节，所以咱互相请安，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。我要坦白大家讲，我捌伫真侪所在、真侪群体内底，有囡仔咧头讲伊无要爱过母亲节，原因真复杂。我相信咱大家小可拢会当知影即种故事。像我拄到的是，伊细汉就无老，妈妈就无伫伊身躯边啦吼，毋是过身咯吼，就无伫伊身躯边吼。所以伴伊大汉的毋是妈妈，是阿嬷吼。所以逐摆到即种节期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对一寡人来讲是一种真敏感的节期。总是我鼓励伊讲，咱拢爱庆祝母亲节，因为母亲节毋是今仔日才甲一蕊花来代表母亲节尔。母亲节其实是纪念咱这个生命有妈妈所生出来，所以感谢妈妈的同时，咱也感谢上帝赏赐伊的怜悯，互咱。检查咱甲妈妈的关系。伫世间上的关系，有时会到尽头，总是上帝的疼，跟咱妈妈共款，会扶持、安慰甲温柔对待咱。像是过母亲节嘛，无应该是今仔日特别吼去带伊去食饭，为伊洗碗，还是帮伊按摩，吼。我相信毋是安尼尔，咱应该逐工拢爱过母亲节。妈妈有伫的无伫的，有伫的时阵，咱好好陪伴，逐工拢爱过。然后咧，无伫的时阵，好好活出咱生命的价值。其实这就是好好过母亲节的过程。愿上帝恩典，甲咱做伙伫地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感谢你赏赐互阮逐个人，每一个人拢有老母。感谢你赏赐，不管伊现在伫倒落，不管阮甲伊的关系是啥物货，求上帝帮助扶持，互阮看重阮的性命。阮知阮这个性命是上帝你透过母亲所福阮的，求上帝帮助扶持祝福伊当时所做，以及日后抚养阮的过程。求上帝赏赐，互所有的妈妈、所有的母亲。伫因生命中拄着困难的时，主求你甲因做伙伫地，互所有的母亲伫生命中所经历的艰苦、所有的目屎，求上帝赏赐的怜悯，拢甲因做伙伫地。主，你献上感谢，感谢你赏赐阮逐人的生命，因带阮真正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安慰甲快乐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性命来求。阿门。就亲像我拄仔所讲的，对真侪人来讲，老母是真特别的存在。对真侪人来讲，老母有极其重要的影响。特别是咱读到这个故事的焦点，以撒，搁较是安尼。这也是我今仔日特别安排伫母亲节读这段经文的原因，因为经文。也就是咱今仔上尾所读到的即节，咧对咱安尼讲，创世纪24章67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以撒就牵利百加入去伊的老母撒拉的布棚，带伊做某。以撒真疼利百加，伊对老母死了后，到即时才得到安慰。规个故事差不多拢无讲到哩。迄个撒拉，甚至
以撒出现的所在嘛真少，总是到这个时阵，才达咱讲这个线索。咱拢知影老母甲家后是无共，总是家后某检采有一日会变做老母。检采这也是以撒得到安慰的原因。想起当时伫摩利亚山顶，以撒差一点仔就互伊的老爸献祭。迄个过程，检采因为这个考验真沉重，阿伯拉罕迄3天讲话真少。事件了后，这对爸仔囝亲像嘛无较亲近。撒拉的死，我相信，互以撒更较伤心。咱读到创世纪内底以撒的故事上底，连这段故事用以撒娶某的故事，嘛只有出现伫上尾一段，才会拢互历来真侪人认为，这可能反映以撒的个性。伊真低调，伊活弹力无强，伊有可能嘛小可被动。上主捌安尼讲是安怎伊要竞选阿伯拉罕。创世纪18章19节 A 段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竞选伊是要互伊命令伊的子孙，甲将来家属。着遵守上帝教示，并讲行义。换一句话来讲，阿伯拉罕甲伊的后代是上帝所竞选属上帝的百姓。上帝经伊是爱伊去成做世界的光，甲这个世界的祝福。所以以撒的婚事不止阿伯拉罕，上帝嘛应该真关心。当撒拉过身了后，相信阿伯拉罕。嘛，毋知影要怎样来安慰以撒，所以这段故事规段虽然以撒出现的比例真少，总是咱嘛会通讲是做老爸阿伯拉罕来表达伊对以撒的疼。所以虽然规段读无啥读着，咱只有伫上尾迄段读着尔，总是事实上这规段。的故事应该是咧讲阿伯拉罕，伊毋知影要怎表达，伊只好靠即种方式来表达伊对以撒的疼。是安怎阿伯拉罕无爱伫本地来找对象，爱转去伊的亲族内底敲找咧？这个圣经规个故事内底会头一个问题，所以。应该毋是因为信仰，因为赫兰这个所在嘛是敬拜真侪神明的所在，所以相信有出对血缘的考虑，因为古早人其实无迄种真近亲结婚这种观念，因认为这种是好代志。相信有出对血缘的考量，总是更较要紧的检采是。阿伯拉罕甲上帝的这个约，创世纪24章第7节 A 段是安尼讲，这阿伯拉罕的话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上主天顶的上帝，捌带我离开阮老爸家，甲本族的地，搁对我立誓应允讲，我要将这个地赏赐你的后代。阿伯拉罕相信。这位上帝应允伊要得到伊所伫地这个所在做业，做伊的产业，所以伊想要甲迦南地的人有点仔分别。所以虽然这个代志是毋是会成，阁毋知，阁毋知影吼，等于亲族内底阁找一个姑娘仔来嫁互因囝，这样代志会成毋知。总是阿伯拉罕相信上帝。所以，线落阿伯拉罕对伊的罗卜是安尼讲哦吼。创世纪24章第72段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伊会请伊的使者，甲你引带，互你通对遐甲我的囝娶某。
上帝知影伊的子民的需要，伊要伫头前来备办。这就是信仰的人、有信心的人的看法甲角度。然后这样代志伫阿伯拉罕身躯顶头，摩利亚的山顶就证明过啊。伫遐上帝已经备办啊，备办啥物货？一只羊啊。所以相信，连这个阿伯拉罕的老罗卜嘛是上帝的备办。创世记24章第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阿伯拉罕对伊至亲的管家讲：“请将你的手下伫我的大腿下。”这个吼，至亲的管家真趣味哦吼，至亲年长啦吼，年长吼，至亲的管家罗伯人，一般认为伊就是大马色的以利以下。这出现伫创世记15章的第2节。阿伯拉罕爱伊的这个至亲的管家，就是伊的罗伯啦吼，做媒人啊吼。这伫犹太人的传统内底，传统的犹太社群内底，为别人找到真好结婚的对象，是一条要紧的诫命。因真认真来看待，而且看这做责任。所以是安怎？迄个，各对伊的管家讲：啊，你的手爱放伫伊上温密、上私密的所在。这检查是因为后代是对婚姻来的，所以老罗卜的手放伫阿伯拉罕。迄个教官们其实是放伫伊上私密的所在，来救抓哦。所以，互这个誓约更较慎重，因为迄是查甫人上脆弱的所在。咱拢知影，迄个一个查甫的迄个所在，若叫弄着，拢会足疼的吼。迄上脆弱的所在，所以。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讲，这是带有真深的信任，也有信托的意思。虽然伫当代的文献内底毋捌读到这款，所以这只有伫圣经出现了，伫圣经内底出现，伫当时文献无读到。创世纪第24章第10节，咱就看到这个管家出发啦吼。来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迄个管家对伊主人的乐德选10只，佮带伊主人逐款的财宝出发去米索不达米亚到拿赫的城。阿伯拉罕捌直接摕400块舍克勒银仔来买迄个麦比拉洞。对这项代志，咱就知影，我有讲过吼。这个400块舍克勒的银仔，这是当时的迄个单元啦吼，就是迄个算钱的迄个单元吼。对这项代志，咱就知影阿伯拉罕当时其实应该是一个大财主，有可能佮比今仔日郭台铭佮较好嘢，有可能吼。但是这无法度安尼比啦吼，我要坦白讲，无法度安尼比。对。因所带，当时所带年结夫就是南地啦吼，南的所在吼，南地这个所在到荷兰，距离差不多730公里，所以当时若因安尼行去，至少爱1个月，真长的路程，所以行去到遐一定爱找水。所以，这个老罗卜到迄个城，这个故事完全成立吼。这1个月完全成立。到迄个城，拄好黄昏的时，创世记24章1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讲：上主，我的主人阿伯拉罕的上帝，求你施恩，互我的主人阿伯拉罕，互我今仔日有好机会。好，这个咱爱知影。这个老罗卜一个去到迄个所在，伊毋是开始咧列，这个
查某囡仔爱有啥物款的条件？毋是哦吼。想讲因兜爱偌好野，啊生做爱几公分，伊毋是咧即种条件，伊是先祈祷。这表示这个老罗卜其实真清楚这样代志。上帝精选比伊面试会决定搁较好。然后伊的祈祷内底有一字真要紧，就是血色施温的温。这个血色其实伫这段内底一直在出现。咱后壁读到虽然无翻译做温，但是迄叫做血色。这字是伫圣经旧约内底真要紧关系上帝甲人，以及人甲人中间的关系。会当翻译做稳定。嘛会当翻译做诚实、信实、慈爱、怜悯等等。伫祈祷中，罗卜开始明白，伊知影怎样爱设计免哪找到这个人，毋是靠外在条件，是这个人。找到这个人是毋是有够野的疼心甲耐心？所以伊恳求上帝照伊信实怜悯的疼来款待亚伯拉罕。迄边来原文是讲，互我今仔日有好机会吼，迄个原文是更较直接，讲互代志今仔日就发生伫我的面前。所以这个祈祷真特别。这祈祷敢若今仔日，我毋知影咱倒有迄种去外口要付一个聚会，然后找无停车位。这个祈祷就敢若迄时的祈祷啦吼，我捌过来便是安尼吼，迄个去要聚会啊，时间要到啊，结果找无停车位啊，就伫遐一直哭说，啊，就开始祈祷啊，心内底迄个啊目睭爱金哦吼，袂当客吼，迄个开车袂当客吼。就开始祈祷啊！哦，上帝啊！有当时啊，真特别的是，祈祷了，随停车位就出现了呢。我毋知影咱有出现，有发生这种代志无？总是这个祈祷跟迄种祈祷，迄种情形的祈祷共款。结果罗卜祈祷了后，然后开始设计了，上帝予伊这个灵感，设计了。咱就读到安尼的情形，创世纪24章15节，做伙来读一段经节来。话还未讲煞，利百加镜头顶的水盘出来，伊是比土利的查某囝，比土利是亚伯拉罕的小弟拿赫的某利加的囝。好，那安尼算起来，利百加甲以撒是啥物关系？伊爱叫利百加爱叫以撒叫做堂叔啦，应该嘛吼，即辈阿叔，应该是啊吼，应该是吼，有会当纠正我吼，我无得确即种关系吼，有当时啊叫无啥会出来吼，台语要叫亲戚吼，有当时啊叫无啥会出来，即辈阿叔有可能吼，有可能。创世纪24章16、19、19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迄个查某囡仔面貌非常水，是在色女，也袂捌有查甫人甲伊做伙困。伊落去井边，甲水盘底满就起来。管家走去对伊讲：“请你将盘内的水一输仔，互我啉。”查某囡仔讲：“先生，请啉。”伊就赶紧放落水盘，靠伫手里，互迄个管家啉。互管家啉了，佮讲：“我嘛要互你的骆驼啉到饱。”咱爱知影，互10只骆驼啉到饱，伊爱开偌济心力吼？互一个人啉到饱，佫会使10只骆驼咧。所以，既然就照罗卜的祈祷，一项一项的安尼行，
李伯嘉讲经文讲伊真水显然，毋是照今仔日的标准。咱爱知影，迄个伫外口旷野内底拍落来，绝对毋是真白的皮肤。伊阁爱互10只骆驼啉到饱，迄可见爱真有muscle，爱真有muscle才会使啊！我要坦白大家讲啦，迄是肩胛头爱光，有人估计这至少爱，可能至少爱50桶水才有法度以上啦。所以其实这个罗邦向上帝祈祷，迄个要应验的条件真乞求，就是真无啥可能会当完成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个李伯嘉伫遮所做，罗伯搁较互伊确信这是上帝才做会到。虽想伫华人也是伫台湾人的传统婚姻的观念内底，咱有一个观念叫做门当户对，就是双方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当才会当相配。这也是古早人较爱相亲的原因吼。我毋知咱中间有偌侪人是相亲来结婚的啦吼。总是虽然讲钱真怂，讲钱真怂，总是这个婚事会成，也有真现实的条件，就是咱看到刷落来，就是读到刷落来的情形，做伙来读。创世纪24章22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骆驼啉了，迄个人就摕一个6公克的金片环，一对114公克的金手环，互即个查某囡仔。咱爱知影，对古早时，毋是即摆金仔咧贵重尔吼，古早时因个时代的金仔就真贵重啊。所以罗卜摕出来的礼物。贵重到事实上，甲即个少女所做是袂当比拼的呢。这个礼物是贵重到有可能因毋知生目睭有看过黄金仔无，毋知，总是一定有听过。所以因为罗卜祈祷应验的条件真严格。所以，伊应该即时就真确定，伊眼中的人就是上帝所定着的，伊才会安尼做。伊安尼做的目的，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，就是身负定金啦。用另外一种角度，这个做法，就是我身负定金。所以，当罗卜阁深入咧问，阁较证实伊是亚伯拉罕的亲人，这个咱通讲是一连串的拄好，总是这有可能比拄好较厉害。所以到尾罗卜只会当安尼来讹了上帝。创世记24章27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我要称赞上主，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伊一直用慈爱信息对待我的主人，一路引带我来到我的主人兄弟的家。伫遮，迄个核说阁出现啊！迄个核说是啥物货？叫做慈爱信息。伫遮翻译做慈爱信息，但总是买当翻译做稳定。迄原文真特别咯，其实。规个拢是即字，总是伫无共款的所在，有可能有迄个无共款的意思。所以上帝一直用核说来对待我的主人。罗卜真特别来发现上帝对亚伯拉罕迄个不便的听，上时也伫即个罗卜即段路顶头，伊也经历着。创世纪24章28、29、30节，咱读到刷落去的故事，
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查某囡仔走转去，将这个代志甲因老母全家的人讲。利百加有一个兄哥落班，伊一个看到因小妹身上的片环甲手环，佮听到利百加讲，迄个人对我讲安尼，就走去井边见迄个人。伊到的时，迄个人还徛伫水边落倒遐。咱来知影，这个弟弟利百加身上的礼物，就呈现出亚伯拉罕的财力。咱后来搁继续读，就知影拉班是一个啥物款的人？伊是一个真现实的人啊！咱线落会读到吼，应该是下半年度咱会读到拉班。当时拉班是一个现实搁真巧的人啊，所以吼，迄个实际吼较有效啦。我要坦白大家讲，迄看无的有可能即时对拉班来讲是较无效，总是看到哦，阮小妹呢，伫迄个金片环甲手环呢，吼，这较有效。所以，这个罗卜得到真好的款待。伫迄个要食饭，暗时要食饭的进前，罗卜徛起来，对头到尾就来讲伊来的意思。了后才要做伙用餐。罗卜提起亚伯拉罕怎样得到这个财物，是因为上帝。所以创世纪24章35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上主有大大赐予我的主人，予伊真好业，佮予伊牛、羊、金、银、白银、ruby、绿豆甲驴仔。然后亚伯拉罕老甲得到这个囝，所以伊就予伊找肯爱去亚伯拉罕的亲族内底找这个家人，上尾伊甲利百加伫井边来拄着。上帝一项一项拢印证，虽然希望着是你眼前所看到的，总是假的，是上帝一项一项来印证。所以创世纪24章48节，这罗卜的话到尾是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，做伙来读。我归了去敬拜上主，称赞上主我的主人亚伯拉罕上帝，因为伊引带我一路顺利，互我找到我主人的小弟的查某孙，来互伊做新妇。所以罗卜家己知影这项代志，若毋是上帝要我靠家己，要靠钱财。做袂到，连钱财嘛是上帝所赏赐的啊！所以当人重新回忆家己的经历，是安怎我有法度真平安经过这个困难的过程，才会真正来发现，哦，原来上帝早就伫我的生命故事内底出现，来保守我。对重新去想家己的生命的过程，然后才伫遐清楚明白，原来这个代志的发生，毋是偶然的代志，毋是真凊彩的发生伫我的生命的代志，是出对上帝奇妙的陪伴。所以想起这，就亲像罗卜共款，挡袂牢，就向上帝献上感谢。虽然安尼，伊到这个时阵，佫无法度完全确定，所以伫这个时阵刷落去，才提出要求。创世纪24章4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当恁若要用慈爱信息对待我的主人，就甲我讲；若毋嘛甲我讲，互我通决定佫来要安怎。咱佫读到“合适”这字啊。合适这字直接嘛翻译做慈爱信息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字伫旧约内底真要紧。
迄关系到上帝对人的疼，也关系到人是毋是愿意诚实互相对待。然后这个核实，基督徒相信上帝，百姓相信，只有对上帝来，人甲人中间才有法度真正得到这个。罗伯较信上帝带伊传来遮，这是伊的恩典。但即时罗伯就请求即家的爸仔囝，因为咱会知影古早人咧决定婚姻，毋是女主角，是这个家庭的男性。所以即对爸仔囝请因着诚实回应。答案若是毋是，就直接讲。所以即对爸仔囝伫当时迄款的情形，伊就直接答应。总是隔工，当罗伯想要带利百加转去到南地时，创世纪24章55节，这就是咱今仔所读的经节。做伙来读55节，来做伙来读来。利百加的兄哥甲老母讲，请互查某囡仔甲阮大几日啊！上少10日，伊才甲恁去。咱爱知影当时无亲像今仔日吼，迄个手机啊摕起来，偌远拢会当看到人讲到话。古早毋是安尼咧，古早若离开嫁出去吼，特别是亲像利百加即款的情形，伊嫁出去有可能规世人拢无法度转来呢，有可能哦。哦，这准远的距离准远。然后，所以上时真个所谓的订婚约这项代志，是真个伊的后头厝，就是这个后头厝爱保证伊去到迄个家庭会当得到保护，听有意思吼？新娘去到迄个家庭爱得到保护，所以老板甲伊的妈妈应该想要加争取一寡时间，因为这罗伯来行一日尔呢，一日的暗时讲定隔工早起时就要带走安尼，听有意思吼？所以因是想要加争取一寡时间来确保这项代志是毋是有妥当，因为隔工就带走，安尼爱冒真大的风险，所以总是因为这项婚事的决定，虽然毋是在伫利百加，总是规项代志冒险的是伊，所以因着即时着征求利百加的意见。所以咱读到创世纪24章5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就叫利百加来，问伊讲：你兼要甲即个管家做伙去？利百加应讲：我要。虽然这毋是现代婚礼内底的誓约，总是不管什么时代，只要勇敢回应即句话的人，拢是遐个愿意为着听来冒险的人。所以，咱会读到利百加的兄哥拉班上尾对伊的祝福，这是一条歌吼，这真古早的一条歌，这是拉班的祝福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，阮的小妹，愿你的子孙千千万万，愿你的后代占领对得的城。这就亲像真侪年前亚伯拉罕，上帝对亚伯拉罕的邀请甲呼召，上时利百加即时决心离开老爸家，伊嘛亲像真侪年前的亚伯拉罕来展开伊听冒险的旅程。所以当利百加去到南地第一遍看到以撒的时，咱读到创世纪24章6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伊问迄个管家讲：伫野地往咱遮行来的是啥物人？迄个管家讲：是我的主人。利百加就用拍遮面，拍吼，多谢多谢。
迄个以撒伫迄个田林咧行，原文是会当翻译做目想。然后一般以色列人若用即字，通常是指伊咧祈祷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以撒行伫迄个田林，是为伊的某来祈祷。然后咱读到现在的婚礼，咱知影现在的婚礼，新娘伫面西的即款的习俗，起源有可能就对即个所在来。所以后来若新娘迄个献生的过程，就象征伊已经进入婚姻。所以现代的婚礼，咱有一个献生的迄个，真有可能就对这个所在来。马丁路德学了这位老罗伯的祈祷，实际上咱拢亲像这个老罗伯共款，一开始无法度完全明白上帝要带咱去的所在，以及咱会拄到什么人。咱拢伫半信半疑的中间，就开始出发。通常是安尼，所有的女庭、组成家庭嘛是安尼，也是所有的女庭拢共款。咱拢伫迄个半信半疑的时阵，就开始出发。老罗伯相信主人所信的上帝，总是也亲像旧约的学者冯拉德所讲的，这个故事其实有相当细俗的考虑。因为假使这个老罗伯若无有智慧，知影爱带10只骆驼，咱爱知影骆驼绝对无可能空空，顶头爱载黄金甲礼物。以及东盘，咱拢知影，迄个伫这个过程内底，老罗伯是敢若足厉害的人啊！古早人看哦，伊身躯边佫有伴伊行的人，他是足厉害的人。罗伯然后来天现的慷慨，甲真合宜的对谈，透过安尼，人立班这个家庭才有法度认捌到找伊来的迄个主人。若毋是安尼，这拢是真细小的考量，就是看到这个人的清查，就亲像今仔日咱爱开宾士去领带共款。虽然迄台宾士有可能是借的，总是这拢是真细小的考量，至少表示我的诚意啊！吼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若毋是安尼，甲合宜的对谈。这项代志无法度来成就，总是着亲像这个故事，规个故事内底的宣告。亚伯拉罕甲伊的罗伯拢相信这项代志，伊有遮的一切拢是上帝恩典，实际上上尾伊嘛走袂走。总是这个故事有可能会误导、误导，互咱误会，掠做你信的人求啥？上帝就要互人，甚至咱若设一个条件，跟若试爱什物代志拢爱试上帝共款。上帝你也无互我安尼行，我就无要信你哦。有哦，实际上信仰其实有迄个阶段。咱后来看读到雅各嘛会有迄个阶段，信仰有迄个阶段。就亲像我伫台南庄脚捌牧会的时阵，去探访遐毋捌字的阿婆，问伊讲：你啥物时阵信上帝？伊讲吼，有一遍伊破病啊真严重，厝边就来伊讲：无你来教会，上帝祈祷看觅啊。叫祈祷了煞好去啊，伊的病煞好去，所以伊就真单纯，对迄时开始就来教会听道理，因为毋捌字吼，拢毋捌字。听道理，就对人唱歌，听道理对人唱歌，后来就受洗成做基督徒，真单纯。所以伊的信仰真直接，真单纯。听道理，就逐礼拜来听道理，然后为厝内底大细来祈祷，然后有一回，佫特别请我去为因兜的牛来祈祷，讲因兜的牛无要食草，所以
做牧师有当时爱甲伊做兽医啊吼，甲伊为因兜的牛基岛啊吼，我去伊咧一边就敲电话来，但无，咱也知影即摆庄脚地庄脚吼，真少人饲牛啊啦，因兜搁一只。敲电话来同我讲，牧师紧来哦，我就去，结果，嘿，我嘛毋知影，总是伊就讲好啊，就为因兜的牛基岛，我嘛毋知影，后来听讲有较好啦吼，毋是我真敖，上帝较敖啦吼。总是今仔日基督徒咧找对象，无应该是照抄这个过程，因为有当时啊。咱的设计也是咱的想法，其实搁较要紧的是爱先退一步，先伫基督中来找找下会使。实际上，爱真细致，咱伫基督中是出对家己的想法，也是出对上帝的想法。爱真细致哦，有人分袂清楚，就当在伊的想法上做上帝的想法哦。这上危险，然后就套伫别人的身躯顶头，就走去搭迄个女方讲，我基督中你就是爱做我的某。你知影，逐摆啦出现这种对话，迄个查甫的直接被打枪啦吼，通常拢安尼。所以事实上，咱爱真细致，毋通缀家己的意思去超将上帝的心意。毋通吩咐上帝做代志，因为伊是上主。因为过去遮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，拢只是真单纯来信靠。就亲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信是对所毋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。因是安怎会对无看见的代志有把握甲肯定？毋是确定上帝照咱的心意来做代志，是相信上帝会伫咱线落来要行的路面来陪伴。总是上帝所陪伴的，有可能照咱的意思，有可能超过咱的想象的意思，有可能嘛无照咱的意思，咱的所求。既然咱相信这是伊的陪伴，那安尼咱拢接受，这就是过去的人的信心。然后咱也相信，既然伊所做拢是美好的代志，就亲像以撒甲利百加，因后来互相看见，这拄拄好是看见因的上帝伫背后所积的美好，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向你献上感谢祈祷，阮知阮所行的一切，阮要头前行的路，你拢已经备办好势。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咧。是有当时啊，阮会照家己的意思乱猜测，照家己的意思来猜测上帝的心意。主，求你赦免阮，求上帝帮赞，互阮知是照你的旨意，毋是照阮的心意。求上帝帮赞，伫阮所行的头前的路面，阮知你所为阮备办的拢是美好。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咧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了你我心。三甲来吟圣诗回应，圣诗第611首，611首，地主的人有幸福，请会众起立吟全首。
请坐。即时来奉献，请林富祥、吴文仁即时来书献。会场请起立，三国来吟奉献的诗。三甲来祈祷，至圣的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互咱有这个福分，搁一届到圣殿来敬拜阿罗你。此时，阮献上淡薄金钱，为主献工所用，求主感纳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会场请坐。咱三甲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伫酒报听书单下面，我读一遍，请会众读两遍。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。希伯来书11章1节，请。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。希伯来书1章1节。对所仰望的事把握，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。希伯来书11章1节，请掀开周报第1页。下周事奉人员请备万心。周间聚会、教育部课程，请家己来看。奉献的名册楼顶单，请往办公室来更正。请掀开第3页。消息报告。今仔日是母亲节，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。今仔日爱餐暂停。下主日是玉山新学院奉献的主日，欢迎番母儿新学生到本会请安，也为玉山新学院的事工需求关心代祷甲奉献。后礼拜也有真侪部会要开会，行政部。以及董事会、教育部甲小会。第6点，咱请看5月份定期中执会改做线顶报告，请各部将报告交到办公室会诊。教会消息，第1点，教会校规学校约招生的对象、报名的费用、时间日期、地点。最主要报名日期到5月26日，请
将这个消息会当将甲咱的少年讲来踊跃来报名。教界消息第一点是咧中会中职东港课程，马可福音甲现今的教会，讲师时间、地点、费用，请恁家己来看。也请办公室来报名。第二点，新竹中会妇女事工部音乐见证分享甲查经会，讲师有廖雅慧老师以及咱本会美智执事。时间是5月16拜四10点到下晡3点，报名费200块，教会会补助100块，请踊跃。这地点是伫咱教会，请踊跃向苏一玲会长来报名，请牧师补充报告。这个。这个今仔日是母亲节，所以我只是要邀请咱的中职来，请在座所有的母亲会当徛起来。当然无方便徛起来嘛，不要紧啦吼。总是来使，请咱会当在座所有的母亲会当徛起来，然后咱的中职会发送礼券啦吼，发送礼券，互咱大家要多谢祝福伫咱所有的身躯顶头啦吼。所以只是请徛起来好，在座所有的母亲拢徛起来。咱来拍谱来多谢因的辛苦。有，这边嘛有哦，这边嘛有哦。这头前搁有吼，头前先个队拢还袂领着吼。那会使，请咱徛伫咱做伙来祈祷，吼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小等吼，嘿。好，来感谢大家会当来承受这款性命的责任。我相信咱讲做老母有侪，所以这的教会其实无法度有搁较侪感谢，总是搁较侪感谢。其实咱要紧的是对上帝的祝福，所以咱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，互阮有机会成做母亲。主，阮知影，阮生命中有时阵，这是一个生命的真水的礼物，总是有当时啊，阮也知阮所做有限，求上帝帮咱祝福，互阮所听的人，阮的囝儿逝世，因伫因的生命中真正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。主，求你也保守保护阮在座所有的母亲，因为你知阮承担这个责任所经过的目屎，甲所经过的侪代志，遮个有时阵咧经历的时，遐个艰苦，别人毋知，主阮知，只有你知尔。求上帝安慰的神，扶持的神，就甲阮做伙伫地，帮助夫妻。有时阵伫这个过程，也有侪目屎，求主拭去阮的目屎，互阮的心通安定自在。主，求你也祝福、祝福伫阮在座所有的人的妈妈，互阮的妈妈养饲阮、生落阮，才会苦痛。主，你喜乐的祝福，就甲阮在座所有的人做伙伫地。你献上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咱拍谱来多谢咱所有的妈妈哈。请坐，请坐。我嘛要来介绍这个宜家的囝儿甲先生吼 Joseph 要到前面来吗？要到前面来，还是你们到前面？在后面了哈，在后面哈。那跟我们大家挥挥手哈。平安，欢迎哈。在法国对不对？在法国了哈，所以咱爱加甲因亲近一下吼，所以有当时啊隔真远吼，有当时啊看无啥会着，总是愿上帝祝福，就甲恁做伙伫地，帮我
帮我翻译给他听了哈。不好意思，我不会讲法文了哈，所以帮我翻译给他听哈。愿上帝祝福甲恁做伙伫地平安哈。啊，真侪请坐哈。伫遮我简单来报告，等一下咱会看到咱的注意二有一个影片，要祝大家母亲节快乐。所以这是来报送好不好？来。妈妈，我是李思维，我现在跟你说母亲节快乐。妈妈，我是林思恩，母亲节快乐。妈妈，我是廖欣，我有想说母亲节快乐。妈妈，我是黄佑，母亲节快乐。妈妈你好，我是晴晴，我想跟你说母亲节快乐。妈妈你好，我是尹思恩，我的母亲节快乐。我的名字叫做吴玉成，我的妈妈叫做吴慧玲，祝你母亲节快乐。妈妈你好，我是陈以柔，我是邓碧韵的小孩，祝你母亲节快乐。妈妈你好，我是孙雨欣，我的妈妈是柯纯恩，谢谢妈妈，祝你母亲节快乐，健康平安。妈妈好，我叫做郝宥嘉，我的妈妈叫做李慧，
顾，也谢谢妈妈平常帮我洗碗，还有擦桌子和整理打扫。祝你母亲节快乐！妈妈平常帮我煮饭，忍受我做不好的事情，然后之类的。祝你母亲节快乐！妈妈，祝你母亲节快乐！你有没有想跟你妈妈说什么话？我说了呀。妈妈母亲节快乐！祝妈妈母亲节快乐！妈妈母亲节快乐！都是一个。祝妈妈母亲节快乐！祝妈妈母亲节快乐！母亲快乐！妈妈祝你母亲节快乐！好了，我这。上营圣诗第390首《阿乐天父万福本源》，会众请起立吟全首。吟完诗，请牧师祝祷。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，特别甲天下的母亲做伙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
地狱灭岛。平安礼，请互相请安行平安礼。耶稣听令，愿你平安，祝大家母亲节快乐。